新闻要来讲在地人在地情，来讲云林口湖乡的蚵仔寮，唔但有渔业产品的三宝，嘛是一个充满艺文气氛的所在。怎啊来有真济人做的头路，拢甲布袋戏有关系。蚵仔寮学堂就安排布景师傅来教这时代为布袋戏的布景，让一寡在地蚵仔壳等等元素，作品充满着在地风味。时代人有流水指导完成有特色的布景，口乡的蚵寮村唔有渔业产品的三宝，庄头嘛真侪人伫做布袋戏行业。一直想讲要安怎来，互咱蚵寮，互知影讲咱蚵寮有啥物物件，连讲咱来想故事，咱来表演，互会当演互少年来看。老师讲，即摆创作会将布袋戏和在地元素结合做伙，让时代人感觉真心惜，同时嘛互因熟悉布袋戏真侪种知识。因为我们就是学布景，就彩绘布景的部分，然后我就想说用彩绘布景的部分去呈现。蚵寮学堂讲，伊嘛创作蚵寮的剧本，未来嘛邀请布袋戏师傅来教大家制作布袋戏红仔，将剧本做实际演出，嘛欢迎大家做伙来欣赏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